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约伯记的最后一章。在前一章，我们看见上帝和约伯本质上的不同。上帝是创造主，而约伯和这些巨兽不过是受造物。当上帝问完他要问的话，而约伯他在今天也做了回应。约伯在这里表达了他的无知，表达了他的谦卑，也表达了他的认罪悔改。他说道：原来这个无知的我怎能疑惑你的智慧呢？我讲论自己所不明白的事，奇妙异常，不能领悟。你要我留心听你的话，答复你提出的问题。从前我听别人谈论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所以我对说过的话觉得羞愧，坐在尘土和炉灰中忏悔。上帝并没有回答为什么约伯要经历这样的苦难，但是约伯在这一连串上帝与他的对话当中，他亲自经历到这位伟大的上帝，这位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。为什么已经不是约伯的议题了？约伯更需要的是要认识这位主，认识这位对他的生命有心意的主，认识这位掌权在他生命当中的主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上帝并没有在他的苦难当中继续击打他，或是在苦难当中因为他讲自己的无辜而惩罚他，而是他反倒转过来向他三位朋友说，这三位朋友他们并没有像约伯一样认识上帝，认识的比较正确。他要这三位朋友到约伯那里一起献祭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，他恢复了约伯所有的景况，甚至是比他过去更加的美好，更加的丰盛。当约伯他经历这个苦难的过程，我想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经历到苦难，可能是有原因的苦难，那我们可能会找到去解决它的方式，但是有时候是无辜受害或是不知道缘由的苦难。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上帝掌权在我们的苦难里面。上帝不仅是掌权在苦难里面，他也与我们同在。透过他在大自然所做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就会知道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主。他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境况中都来寻求他。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到苦难，我们很想要赶快得到解决的方法，而在这里的经文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学习，是我们不仅是要找到解决的方法、解救的方式，更是要去寻求这位能够提供解决方法、解救方式的主。这位主，他不只是在方法上来引导我们，他更是在我们每一天与我们同在。愿上帝今天与你同在，在你各样的境况中都与你同行。让我们一起每一天在家会主，蒙上帝的赐福。愿上帝赐福你，